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2月13公司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是正月初二，当外街各道大客车、上北车顶总计读到8暝半才通消透。过年过节自餐要注意，疾病管制署1个月内就收到34件走百通报，拢总是为着诺罗病毒。 缅甸军事政变，美国甲缅甸的旅游警示压到上关卡，联合国要求军方放翁山书记出来。今仔日是正月初二，照传统就来登外街。自下晡开始，国道5号宜兰到头城上北的路段时速极加17公里。高速公路局估计上北车顶总计摊到8暝半才通消透。拖着行李，带着囡仔，手也赶着年节的礼盒啊！台北车站早起就有真侪大批回乡的旅客。 自由座取消了会比较好买一点，高铁的话，不管是回去或者是回程都买得到。除了双体车站出现回乡的旅客，高速公路也是真侪车流。对故宫局时速显示都已看到，国道5号宜兰到头城北向的路段下晡开始大塌，一路行行停停，时速只有17公里。出头城往北南的北向路段时速也只有44公里。 北返车流目前仍在持续，尤其是国道5号的部分，北返的车流已经明显的增加。它预计将塞到就是夜间的大概24点左右。故宫局预估国道规天的交通量是138百万车公里，其中南向交通量已达到72百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6倍。另要查路况的1968 App 也排机，流量创下历史以来上多，排机3点钟，差不多到下晡1点才恢复正常。 已经紧急的将硬体升级，那目前已经没有使用的问题了。故宫局预估，初3是双向交通量上最一天，可能会有140万百万车公里。国道5号加西部国道部分，北向路段恐计塞车到过港的透早才慢慢来疏解。若是想要上北的民众，会使利用中昼进前的时段先上路。记者综合报道。 过年过节，咱民众有袂少约会自餐，不过这4礼拜，疾病管制署就收到34件走北的通报，拢总是为着诺罗病毒，提醒民众甲亲戚朋友同齐食饭的时，记得爱洗手，注意卫生，搁有食食的安全。 过年是大家团圆的重要时阵，若是卫生习惯无注意，爱细致发生急性排腹毒。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英过春节连假期间，急诊排腹毒的就诊人次是平常时的2倍至3倍。过来最近4礼拜，总共接到34件走北的群组通报，拢是诺罗病毒感染。 过年的时候，大部分的门诊都没有开所以大多数人都会只到急诊，所以急诊的人数大概就会增加。那再来就是因为春节期间，有大家常跟亲友围炉聚餐，所以这个也会吃坏肚子啦。然后加上这个诺罗病毒那它可能借由食物或是人传人，那这个部分就是要特别注意。疾管署表示，因为病毒甲细菌所引起的胃肠炎，主要症状有放水甲吐，嘛有可能会发烧、胃痛，还佫有冰白等等的症状。一般症状会延续1天至10天。若是医师嘛讲，诺罗病毒的传染力真强，会当透过排泄物还是吐出来物件。 透过人来喂人，敢若需要真少的病毒地当传播，就算民众常常使用酒精打洗手来洗双手，嘛无法度甲病毒抬死。粪口感染，那你共用食物的时候呢，通常会把这个病毒吃进去，那有时候都会全家感染。那这个诺罗病毒呢，事实上呢，它不是说酒精可以杀得死。 那所以诺罗病毒呢，一定要靠漂白水，或者是你要用肥皂洗手才有办法。医师表示，要预防病毒性的胃肠炎，民众除了洗手以外，食饭的时阵应该以熟的物件为主，而且甲别人做伙食饭，嘛要另外使用公用的箸甲汤匙啊，去防污染的环境。建议用透白漂白水来消毒，才会当预防诺罗病毒入侵。记者综合报道。 也毋那高速公路大塞车，车头也一人定未回乡。今日总统蔡英文就去到高铁站视察，感谢值班的人员因的辛苦。也桃园这边捌有病院发生烧坏事件，市长郑文灿就去今仔日会议，表示目前门诊、急诊拢总正常，医疗能量有通应付病人。
初二早起，总统蔡英文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等的官员去南寮渔港来视察新竹的海水净化机组。这套机组伫咧去年11月份核定了后，结果66天的时间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会当提供3000吨的供水，到2月底，阁会当增加1万吨。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我们将会有13000吨的供水。那下一阶段我们还有10万吨的海水淡化的计划。这一套模式可以支援台湾所有的地方，如果有缺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利用海水淡化稳定的供水。台湾伫咧规年拢无风台来，嘛互部分地区较大水情真安。总统蔡英文嘛指出，台湾必须谨慎面对水资源的议题，这套机组会当伫咧水资源的处理有更较好的发挥。听干部慰问值班人员，初二一向拢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总统蔡英文嘛来视察高铁，也阁有桃园的消防局，因为进前桃园才打经过玻璃糖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市长郑文灿嘛伫咧初二即天召开防疫会议。那针对春节的这个病房数量，还有急门诊的数量都有提升，那也增加了留守的医护人员的这个比例，那一共增加了364床。ICU 病房以及住院的病房是充足的。若是桃园有真侪景点，伫咧春节期间嘛出现真侪人。郑文灿嘛呼吁各单位采取人流管制，嘛提醒民众爱记哩，伫咧旅游行村的时阵嘛爱维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也初日，那咱做人是说当外家探亲。屏东人合作老高辈王爷奶，今日顶埔自高地厝的33个王庙坐轿出发，登去伫咧林路的后头厝。讲到王爷奶，这是一段发生伫咧清朝时期人甲神配亲的故事。究竟这段故事如何发展？咱做伙来听过。屏东人尊称的老高婆王爷妈，正月初二即天对九如的33个王庙出发，要登去林路的后头厝。乱叫车队沿着大街小巷来绕境，庙会活动吸引信徒随行来祈福。老一辈信徒讲到一段清朝时代人神恋爱姻缘。就看到那个美女在那边就很淳朴的在那边洗衣服，然后就是姻缘从天降吧。伫清朝时阵，屏东的九如乡是闽南人的村庄，林路乡是客家人的村庄。早年双方械斗争严重，本名刺绣头的王爷妈是住伫林路乡。33个王的新名庙是伫九如，有一天小杜今年一见钟情，一场人神的联姻，互两地从此和平相见。延18年，王爷妈登去后头厝的活动，也成做屏东县珍贵的文化资产。回娘家呢，是大概最近20几年来才重新再把这个活动再办起来。受到疫情的影响，原本主办单位拍算停办，最后是加强防疫做法来应用。也因为地方上上团求姻缘、求囡仔好饲，王爷妈拢真灵性，所以团成到即阵每一年登去后头厝这个活动，拢吸引袂少信徒来参加。就给那个三奶妇啦，发款很长大啦，那也是一种习俗啦。庙事方面讲，有重大活动时，拢会请王爷妈来随行保庇，会顺回九如甲林路这两个乡镇。正月初二乱桥登去后头厝了后，初8、初9要顺南顶，以及挂红灯平安绕境的活动，也欢迎民众到店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因为过年车辆大增加，地区公有的车位无够停，多民众甲车歇伫私人的车场免2天，也车要驶离开的时，煞发现费用就要2000多块，是惊一跳。业者表示，为了避免车伫年节停过头久，春节期间取消增加相关的限制，费用才会才上涨。停车纳税机顶悬显示2030块，互网友化工足贵的。一个车主初9甲车停伫咧嘉义民权路的一个停车场，结果停要2天，超39点钟半的时间，停车费要加2000多块，互车主要离开的时阵是错一条。有一点高了，很贵了，2000多块，心里会很疼了。对，但是人家有公告，我们没有办法。当然是贵，我如果有看到公告的话，我就不会停了。如果这个停车场有向政府机关报备，他平日给客人优惠，
假日它不优惠，那是还可以说得过去。民众普遍感觉收费真悬，不过嘛认为讲业者有事先公告，敢会当偏啊猛烈。其实这个停车场原本有收费的真崩，并且上悬120块。2月份拄到过年，业者有大公告宣布取消收费紧绷。2月6号到2月28号这段期间嘛，所以我们公司是2月1号那时候2月初就已经有贴公告出来，那直到2月6号才开始做，就是没有当日最高上限。业者表示，取消紧绷是为了提高春节周转率，避免车停的时间伤过长。民众感觉讲也是爱有合理的收费紧绷，不过嘛是有业者维持平常时的收费紧绷，敢会当提醒车主要停车进前一定要确认收费的标准，才袂来加了一条。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咱有报道讲，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拖翻头，咱台湾搁再暂停外国人入境。伫苏巴基斯坦的学生调伫咧杜拜4月日，但有好消息，这学生已经顺利入来咱地土。目前检疫当中，也伊唔来向国人拜年，也感谢咱国甲因协助。Happy New Year to all Taiwan is from my side. 向大家来拜年，表达衷心的感谢。受到疫情影响，加上今年初台湾暂停境外学生入境，造成计划来台湾读书巴基斯坦学生下山这人滞留杜拜4个月，无都顺利来台湾。进前经过媒体继续关心下山传来好消息，讲已经伫进前顺利入境台湾，即阵正伫检疫隔离。Thanks to Taiwan government for consideration and attention to our issue in such critical situation. 下山也伫面册甲朋友讲这个消息，得到大家祝福。下山感谢教育部斗3工甲公视新闻的协助，讲旅程虽然辛苦，不过也是来台湾啦。希望所来会使顺利完成伫原地大下电机所的学业。Finally, we are in Taiwan,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hopefully will continue my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教育部是发出公文，开放境外生申请专案入境。入境了后，必须进行14天的自主检疫，也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教育部预估，下学期有计有4489名境外新生来入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世界。武汉肺炎变种病毒升等各国，伫苏好亚国家注文大量的疫苗。数量有够国民主归纳摆设，都有专家警告，世界若无法度公平分配疫苗，疫情就无法度平静会继续滚加。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真严重，法国巴黎街仔路无啥物过路人。根据法国最新的报告显示，法国新确诊的病例当中，英国变种病毒就占1/4。为了防止病毒传播，法国政府干会当采取宵禁等等的措施。变种病毒迁入各国，致使全球感染人数继续升悬。专家伫咧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顶悬提出警告，捌治疗新冠肺炎病毒的民众，可能搁一届去用感染。So I believe that in all the clinical trials that have been done so far with the 7 or 8 candidates that we know about, there's been no case of a death or a severe disease with hospitalization occurring in the vaccine group, regardless of which vaccine. So I think that is clear. It is protecting against severe disease. 为了阻止疫情继续拖，南美洲的智利甲中国进口真侪疫苗，准备要来进行大规模的注射。总统佮亲身注疫苗，甲民众保证疫苗的安全性。若是南非政府是宣布，伫咧停止预定的 AZ 疫苗的注射计划，后礼拜开始会予国人来注较新的疫苗。We have secured 9 million doses of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The first batch of some 80,000 doses will arrive in the country next week. Further consignments will arrive over the next 4 weeks, totaling 500,000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s. 因为富裕国家一直订疫苗，数量会当予国民注几啊解，产值国家却无经费来采购。疫情干会继续滚加，专家嘛警告，除非所有国家拢会当真公平来买到疫苗，若无富裕国家囤疫苗的状况，干会互全球的经济状态继续延长。记者综合报道。缅甸逼军事政变，济民众游行抗议，军方选用真刀真枪落去镇压。美国国务院甲缅甸的旅游警示也关到上关卡第4级，建议美国民众唔通去到地。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缅甸军方即时放昂山素姬才会民选的官员出来。不过，中国甲罗西亚表示，即暂是缅甸的内政，因无支持。
决议的内容。手提唔接受军事政变的黄色票据，真侪缅甸民众13就伫咧第一大城仰光的购物中心头前。游行队伍搁伫咧仰光的美国大使馆外口集合。若是美国国务院昨日暗时嘛宣布，甲缅甸的旅游警示提悬到上悬的第4级，建议美国民众唔通去。游行队伍嘛停伫咧中国的大使馆外口，抗议北京政府无顾缅甸军方违反人权。针对2月7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47个成员国昨日即天伫咧英国甲欧盟要求来召开3场会议，而且做出决议，要求缅甸军方随甲翁山书记等人放出来，而且允准联合国的监察员前往缅甸，叫缅甸代表发言反对。若是中国甲俄罗斯以缅甸局势属于国内事务来做理由，声明讲甲决议无关系。Based on this position, China is not in favor of holding this special session by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hat happened in Myanmar is essentially Myanmar's internal affairs. 就算缅甸军方伫咧12联邦节即天，地下超过23000个犯人，毋过发生反军事政变的示威以来，安全部队已经掠超过320个人，阁有2个人去军方的枪支甲手榴枪支弹着，状况真危险。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看倒转来，咱台湾年节小红包欢喜过好年，毋过红包袋用机会就现杀，有影拍算。先着都有几位文化创意工作者，甲大家利用红包袋做歌丁，这若有过节气氛，阁通兼顾环保。一粒搁一粒的歌丁挂在钉仔卡，看起来真特别。这歌丁拢是用红包袋做出来的，每一粒的花草绝对无同。老师在现场教囡仔安怎利用过年收到的红包袋，做出家己特有的红包歌丁。把它们再利用，这样可以再做一个红包灯笼，就不会再浪费钱再去买灯笼了。我觉得跟人家出去的时候，提着这个灯笼都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拿到的红包有大人长辈的祝福，然后再去做成灯笼，很有创意。老师讲，其实要做红包歌丁，一点拢无困难。上先宣传好12个至16个用过红包袋，佮加上订纸机甲红线，唔免偌久的时间，就通做好真有连接气氛的歌丁。只要几个动作呢，把它折一下，然后呢用订书机把它订起来，就可以很开心的走在路上，拿着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灯笼。老师展现卡手艺，甲红包袋变做一粒搁一粒水搁喜气的歌丁，而且兼顾环保，将会办元宵节随地当派上用场。大家若是有时间，会使伫厝内家己做看卖。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员工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咱台湾过年传统，无论拜拜也是表扫、招式、美美角角，也移民署的专工邀请老师甲新住民了解咱国春节风俗，嘛借机会了解别国是安怎过年。老师详细解说台湾过年的传统，互这群新住民朋友了解台湾习俗的由来和意义。我们除夕的时候，通常过年会给孩子一些压岁钱，还有守岁，你们有守岁吗？围炉摕红包，扫落来就是初一行春，初二转后头。但是越南转后头出的日子，跟咱无同。初一了，就是大部分都会去娘家了。对，像我们家都是去娘家，然后初二就是在家这样子，然后初三就是去老师，对啊。除了拜年时间无完全修行，每一个国家过年的传统料理嘛拢有家己的特色。台湾则用来控鸡汤的长年菜，伫越南的做法是用生的。若卤肉含粽嘛是越南过年一定爱食的，但是口味真新款。我加红松头、蒜头跟辣椒，给它去腌，腌才好，差不多1个小时。这可以是用那个焦糖下去炒，炒好就是加椰子水下去，卤有点咸咸甜甜的。北韩玉生子等越南过年的翁婿讲，一开始唔知影迄边的传统舞唔对，变成厝内笑谈。发红包的时间点嘛，无啥物共款安尼啊。
啊，讲你若要发红包，就无准备安尼，吼。咱是年夜饭食煞的时阵，爱发迄个红包嘛。啊，外人迄边是初一才带囡仔去拜年。过年团圆，每一个国家拢有无同的传统。唔拿来台湾的新住民，入乡随俗，入港随湾。台湾人受台湾族群文化刺激，嘛通互相了解，熟悉世界丰富的文化样貌。Chúc mừng năm mới， 身体健康，恭喜發財。记者杨淑静、谢桂林新北市报道。来看一名爱台湾的德国人乌塔。乌塔因为伊爱亚洲的文化来到台湾学华语，落尾伫台湾结婚生囝，这店就超过35档。也因为查某囝伫有脑性麻痹，乌塔就安尼伫台湾注心推动美术治疗。咱做来看乌塔伊的故事。起来，1、2、3。哦，站太久了，要快一点坐下来，好不好？乌塔徛伫咧马场，提起查某囝安安，徛马就爱专心，要放松伊的筋肉。过来倒固定安安的脚后肚，伫咧马仔边啊，含伊同齐走，就是要训练伊的平衡感。他小时候，在做复健的时候，就听到有这个马术治疗。那因为小时候骑过马，所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后来就投入到里面。今年62岁，对德国来的乌塔，因为查某囝安安有脑性麻痹，转投入做马仔辅导治疗师。对查某囝8岁，训练到伊即马31岁啊。乌塔伫咧台湾学美术辅助教育，伫尾20年，服务过100多人。几当前对中华民国美术协会理事退休了后，逐礼拜三拢固定对淡水落去桃园新屋马场做志工，继续训练像有妥瑞氏症、自闭症等等特殊需求的囡仔。他好像是我们台湾所谓的马术治疗界的教母啊。那因为有他，然后马匹助人的工作一直到现在。一个人跑，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兴趣，可是陪着小朋友跑，我就很有劲儿。华语讲到不了认真的乌塔，和台湾的缘分，爱对1981年来台师大读华语讲起。伊伫迄个时阵熟悉即摆红婿，生了一对，所来伫咧中央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到大，用德语小解台湾好食好耍的。Hier ist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 am Mikrofon Uta Rindfleisch mit dem Programmteil Kulinarisches Taiwan. 因为感觉台湾比德国更较自由，乌塔讲台湾已经是伊第2个故乡啊。伊讲新年的愿望就是囡仔会当平安健康，继续伫咧马碗的面顶坐好食食，享受天地做伴，勇敢过日的自信。记者阿敏珍、曾佩文桃园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台南看无火车经过车头牛埔仔车站。这搭本地是荒废坑底用的公园哦，也社区改造加入济铁路的元素，成做台南热门的新景点。也过年期间，牛埔仔车站无休困，办济趣味活动，吸引民众到地行村。亲像真的冰高道声音，互人感觉火车就伫要来到，但是正煞是无火车的火车站。台南仁德新公里牛埔仔车站，去年中完工，融入于铁道元素，一景一物，营造旧旧的古早味氛围。农历春节初二一透早就吸引真侪民众来参观。路上很多网美都来这里拍照，觉得还不错，然后就来这边。因为今天正好是初六，大家回娘家，然后可以携家带眷来这边，啊，小朋友又可以玩那个游乐器材，然后大人也可以拍照。牛埔仔车站由在地里长郑清乐争取地主的支持，号召里民合力，让社区的荒地变成为铁道公园，以外成为真红的热门景点。一礼拜就吸引10万人来参观，亦为了迎接春节连调，嘛举办演奏、送吹烟的活动。古早火车站的东西，就是我即马规个月台，包括啊咱铁轨路啊，这种的陈列方式吼，我知影讲今年过年吼，天气也袂歹，啊可能人足济，所以我有办爵士乐嘛吼，啊佮有要赠送物件，佮有摸彩品。因为是防疫期间，主办单位嘛呼吁都要遵守防疫的规范，挂吹烟、酒精消毒。下个活动共发送500份的脆烟，搭配春节送红包，要让民众欢喜的出游嘛安全。记者郑混大报道。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
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这边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明仔载咱再会。